伫台南各大医疗院所服务的节优卫生保健职工，上午已接受市长吴伟霆颁奖表扬，感谢因不止疫情期间担任防疫职工，而是时时刻刻的奉献，同时嘛借机会鼓舞更较侪市民斗阵，让台南成为有爱、有温度的城市。平常非防疫期间，我们的卫生保健，包括不管是在医院里帮忙，或者在卫生所里帮忙，或者是在社区里帮忙，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全民健检的这个帮忙，其实我们都到处都看到志工的身影，也非常感谢各位能够为市民朋友的健康守护。伫表扬典礼上，这对夫妻伫退休以后，常常到城大病院担任职工，感受需要帮助时代甲弱势真正足侪，所以一到日就是超过20档。我们可以帮人家一些老人一些比较不方便，儿女不在身边的他们自己来不认识字的啦，一些老的都不认识字，然后我们他来说我要去哪里找不到我们可以帮到他，那种心情是很高兴说可以真的帮到这些年纪大不方便的人。我都是想说做就对了，好好的做就对了，就是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就帮忙这样子，就以这种心情，就是做就对了。卫生局表示，当市民的平均寿命一直增加，职工伫第一线斗相共推广卫生保健的观念，嘛是重要一环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